另外一個改編的呢是這個法國的這條歌叫做《動物共歡節》，這是由中華在地樂團甲原底這動物的角色或者是台灣的節號，而且因閣加入這台語、廣告，也閣有囡仔創作的圖，透過音樂來討論環境、生態，也閣有語言傳承等等的議題，是屬於咱台灣家己的半線樹林腦菜菜。招好頭一擺來到車路對面的這角是。當時3更半暝，樹林猶原是鬧菜菜。用台語廣告的方式對劇情發展演奏音樂，法國作曲家聖桑的《動物共歡節》是真出名的古典音樂，是用不同樂器演奏出獅、象、龜等等動物的聲音。中華半線室內樂團重新改編，把原本的動物換做台灣的節號，把動物面對開發、農動狗等等的生存考驗，透過各種演奏串聯起來。阮佇美國古典音樂，但是阮倒來中華，我想要甲阮在地的物件，甲阮佇西方學到的音樂夾做伙，阮結合台語，佮結合阮中部的祝福。樂團表示，台語即馬嘛面對傳承的危機，所以半線樹林鬧菜菜這首作曲，除了改編經典的古典音樂，嘛頭擺甲演出結合台語廣告的劇情，結果發現台語的聲韻開口加音樂的旋律鬥起來真麻。我們做一個沒有人做過的台語台灣版的動物狂歡節，結合了在地的議題，就是環境保育，然後還有我們的開發呀，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有我們台灣人本土意識，我們自己版本的動物狂歡節。一寡入聲迄個 punch，就拄好甲迄個樂器，一寡較強，這個樂頭就安尼放，啊，就甲這個入聲拄好鬥做伙。這個音樂甲這個台語伊本地迄個聲韻，就是麻。樂團表示，這屆演出嘛有甲寶島國小合作，甲學生創作的圖像投影佇舞台頂，互音樂、台語甲圖像鬥做伙，希望互觀眾聽到台灣的語言，看到台灣的動物，嘛會當為古典樂當中認捌家己生活的這片土地。記者楊淑晴，中華報道。